上集講咗壬子貴，今集繼續。呢個係九運坐未向丑。而家我將左邊宮位嘅運星5號放喺中宮度檢查，睇下有冇成滿。運星5號同元旦星1號同一宮位，所以按1號飛。1號向左係順飛，所以5號係順飛。順飛係冇成滿嘅，所以左邊係冇成滿。而家我將右邊宮位嘅運星7號放喺中宮度檢查，睇下有冇成滿。7號向左係順飛，順飛係冇成滿嘅，所以右邊係冇成滿。呢個係九運坐坤向艮。而家我將左邊宮位嘅運星5號放喺中宮度檢查，睇下有冇成滿。運星5號同元旦星1號喺同一宮位，所以按1號飛。1號向中係逆飛嘅，逆飛就有成滿啦。飛咗5格，而家睇到當運星9號係飛咗去坎一宮，因為坎一宮嘅元旦星1號同向宮嘅元旦星8號不能合成河圖生成數38為朋，所以係負成滿。向中成滿係喺子嘅位置。而家我將右邊宮位嘅運星7號放喺中宮度檢查，睇下有冇成滿。7號向中係逆飛嘅，逆飛就有成滿啦。飛咗7格，而家睇到當運星9號係飛咗去震三宮，因為震三宮嘅元旦星3號同向宮嘅元旦星8號合成河圖生成數38為朋，所以係正成滿。向中成滿係喺卯嘅位置。呢個係九運坐身向人。坐身向人同坐坤向艮，佢哋嘅飛星號碼係相同嘅，只不過坐坤向艮係向中，而坐身向人係向右。向右左成滿係喺貴嘅位置，右成滿係喺月嘅位置。呢個係羅庚方向度。呢個係三元九運可用成門。今集講完啦，請繼續收睇城門訣嘅下一集。好多謝你嘅收睇，拜拜。